Thank you. Victoria, over there. Yeah. Victoria. 足球名宿碧咸同太太維多利亞同大仔布魯克林夫婦嘅不和越演越烈。日前布魯克林喺 IG 限時動態發布長達6頁嘅聲明，揭露同父母不和內幕。佢指控碧咸多次私底下拒見新抱，又要佢喺婚禮前簽文件，放棄自己名字嘅商標權。事件引起全球極大迴響，事情持續發酵。2023年10月，碧咸同 Netflix 合作推出紀錄片。近日全家總動員現身撐場嘅片段喺網上翻 hit， 見到碧咸同維多利亞企中間，布魯克林拉住太太 Nicola 同家人合照，但係 Nicola 目無表情，而維多利亞就疑似黑面。最後維多利亞更直接轉身背對兒子。相隔近半年，2024年2月，碧咸一家現身支持 Nicola 首次執導兼主演嘅電影。當時 Nicola 搭住維多利亞嘅膊頭，開心合照。維多利亞仲牽住佢隻手，睇起嚟關係融洽。其實維多利亞自出道至今都唔中意笑。佢曾經喺訪問中透露，由於初出道時好年輕，面上經常有暗瘡，影響自信，所以變得唔中意笑。呢個就係點解佢總係睇上嚟悶悶不樂嘅原因。